我最会躲了哟。空引擎捉迷藏，好哎！那默默你最会空，你先去躲起来，我来当鬼，因为我最会请。耶！那彤彤姐姐数到10，我和点点去躲起来喽。没问题，开始喽！1、2、3，躲好了吗？我要来找你们喽！看看哦，小朋友躲，找到了啦！默默，走豆雷在这里。哎呦，怎么会被抓到啊？我以为我躲得很好哎。没关系，下一个要去找点点喽。点点点点，啊！走豆雷，点点抓到你了啦！哈哈哈哈！彤彤姐姐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那当然啦，我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呢。东猴搞好好玩哦！空引擎捉迷藏，空引擎捉迷藏。点点，我们来玩空引擎好不好？哦，可是你都一下就找到我，不然这次你数到1000，我才要玩。啊，要数到1000这么多哦？这样我才能好好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啊！空躲，空躲，请找，请找。你在请什么啊？哦，我在找我的贴纸啊！我刚刚还有看到它，它一定是躲起来了。贴纸怎么可能自己空起来啊？它就在这里。难道是我刚刚打瞌睡的时候粘上去了？空引擎，空请。小朋友下次也可以找好朋友一起来玩捉迷藏哦。哈库拉拉，下次再见。